10位富豪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？是否颠覆你的认知？马化腾靠炒股从此翻了身。马云翻译社卖袜子赚到第一桶金。王健林就称改造后成人生赢家。刘强东自学编程开发管理系统。雷军早年靠写程序赚取100万。董明珠靠着追收债务从此崛起。任正非卖减肥药赚取第一桶金。曹德旺跨地贩卖白木耳发家。俞敏洪课外办英语补习班赚钱。宗庆后登小3轮送货稳扎稳打。